午安，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11点上新的消息。台北市长郭文德下正式要来组织政党，张强强讲到总统撰文身躯边的人拢贪污食钱。针对这个代志，总统参加活动的时，嘛有上新的回应。咱做伙来听总统撰文上新的讲法。 今天早上，这个柯文哲市长也承认他昨天说的话是失言了哈。那我倒是在这里要说了哈，如果说有人说柯文哲市长身边人都贪污，没有拿出证据的话，我相信他也会非常不高兴的了哈。那我们政治人物啊，其实在做各种发言的时候啊，最重要的就是要负责任，要有证据哈。那另外一方面呢，今天。 柯文哲市长的主党会有一些活动哈，那我们在执政者的立场，也就是说如果这所有的主党都符合法律的规定的哈，那我们也会按照法律来核准他的主党哈，那也希望他今天的活动一切顺利。我们会看到道歉吗？他有道歉吗？他没有道歉，这算不算道歉？他今天有道歉，而且炮火持续。好吧，但他的持续的炮火是什么？他说赵峰、庆富跟1万条下面快到。好，赵峰跟庆富这个案子哦，其实我们应该要厘清这个事实，这是发生在上一个政府执政的时期哦。那私烟的事情也是一样，就是历经了几个政府的事情哦。那当然，作为一个现在的执政者，当这个事情爆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来处理哦。那我也都表示过，我们都会以最严正的态度来面对。那也希望我们司法单位都能够彻查到底嘛。好，那我还没讲完。那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们态度是严正的啊。我们态度也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些案子能够彻查到底啊。但是我也必须要讲，我们是法治国家啊，那我们必须依照法律跟证据来进行调查跟做成结论啊。那作为一个执政者，不能以情绪来处理问题。好，下一题。总统认为是算道歉，他提出的话，你要不要回去问他？好，在第一时间听交到的时候，有替身边的人，身边的每一个人觉得委屈吗？我因为在开会当中，不过我身边人都已经有很多的不满跟委屈了哈。那有些幕僚都自己都站出来了嘛哈。那我也觉得是说这种没有证据的指控，对我身边的人确实是不公平的。加油！这个今天科技组长啊，因为有些民调显示说好像会拿到这一票，都觉得会对你有影响。还有呢，昨天好像有送花，有网友说是以德报怨。送花是应该要送的了哈。那我刚才也讲，我们也祝他今天一切顺利了哈。那至于民调我想每一天不同的时候，总是有对不同的议题做的民调了哈，我们也都参考了。不过我们对我们的选情是有信心的。还有其他问题吗？总统还有可能拆案可以。我跟你讲，我们民进党的团结是毋庸置疑的啊，我们一定会在适当的时候有一个最佳的组合的出现。对了，但是一旦民选的政治人物其实讲话还是要有一些要负责任了哈，要有实质的证据了哈，不能太随性毕竟是公众人物那我相信柯 P 也有很多人都想听听柯 P 的意见嘛那也希望柯 P 在发言的时候能够特别的谨慎那在这。好，拄则咱听到就是总统撰文上新的讲法。另外，这方面要赶紧带大家关心上新的天气消息。今年第9号风台利基马昨昏搁较挖咱台湾的北平，嘛搁较挖咱台湾气象局就讲到利基马按算拜4、拜5会上晚，上紧明仔载也就是拜3就会发布海面的风台警报。咱做伙来听气象局上新的讲法。
第9号台风利奇马的强度持续在增强，目前还是个轻度台风。早上8点的位置是在鹅伦比东南东方在940公里的海面上，仍然是朝台湾东北方的外海在前进哦。就环境来说，台风还是会在增强，预估今天晚上到明天有机会变成中度台风。那以它的路径上看起来，在8号、9号，也就是星期4、星期52天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明天开始，我们会受到利奇马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东半部地区断断续续有些下短暂阵雨的机会，其他各地则是会有午后阵雨。预估星期4、8号开始，台风的外围环流就开始有机会影响到我们。在8号的时候，我们预估在北部、东北部和东部这些地方会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断断续续会有阵雨，有时候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之后随着台风在逐渐接近，我们预估在9号星期5的时候，各地天气不太稳定啊，尤其在整个西半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会下阵雨或雷雨，然后雨势是有可能出现豪雨以上等级的下雨。至于花东地区，相对而言山区雨可能会比较多，但是平地是可能有机会出现焚风的。那预估在星期6，在上半天还是有机会受到台风影响，那下半天以后台风如预估离开的话，开始受西南风影响天气形态，所以提醒大家，台风是逐渐在接近我们，大家留意海景跟路径。如果台风依我们目前的方向和速度预估，气象局是可能在明天白天的时间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但是到底在什么时间发布，则必须看，因为目前台风它移动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我们预估在今天深夜到明天，像西北的移动速度还会比较快啊，这样会影响到我们发布海上警报的时间，所以这部分我们会持续的观察。那目前路线看起，同样的，其实目前影响台风的移动因素非常的多。首先会未来出现目前在日本的这个台风北上以后，太平洋高压会增强啊，所以未来在整个包括台湾这边大低压带中的北方会是太平洋高压。另外，除了我们现在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利奇马台风以外，这个东边或是这西边都还是有一些低压的环流在发展，所以这些对间接影响到利奇马台风它对我们接近的速度以及方向，这部分我们就必须再观察。有可能更靠近之后会加速，还是说速度会放慢？这一部分昨天到今天移动速度是比较慢的，不过明天开始在往东北部海面靠近的过程中，速度是会比较快的。但是在之后，甚至到比较偏北边，就是未来我们除了像预估向西北方向移动以外，在之后比如2、3天以后，又会开始有向偏北的方向移动的分量出现，那时候速度又会再减慢一些。但目前看起来，明天到后天靠近过程中会比现在来得快一些。那目前的结构，然后它靠近台湾之后的雨量会对台湾有什么影响？主要的影响是在星期4、星期5，就是8号、9号2天。就8号来说，我们预估北部、东北部和东部地区是主要是影响区域哦。那所下的雨可能会有大雨或比较大的、更大的雨势出现。至于星期5那一天，我们刚刚有提醒大家，东北部和西半部地区所下的雨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雨量出现。但是到底是多大的雨，这真的必须看台风它在未来增强的过程的强度变化，以及它到底有多靠近台湾地区而定。但提醒大家，在星期4、星期5的时候，台风是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有可能会变成西南气流或是那个西南风嘛？但它现在走向是不是西北台的一个路径？所谓气象局西北台的定义是，台风中心必须经过基隆还有在北边澎下屿之间这样的海面啊。那目前其实刚刚我跟大家有解释过，不论是太平洋增强后的太平洋高压，或是在大低压带中的，比如像东边可能在发展的热带性低气压，甚至在南海也会有一些热带的环流在发展，这些都间接的会影响到台风的移动。而且这些有时候当台风移动到我们附近，些微小小的改变，最后可能改变它的方向。所以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路径，其实气象局是一直在会持续观察，但提醒大家，星期4、星期5是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好，拄则咱听到就是气象局上新的说明。另外，这方面同款是上新的消息，要来看德国德意河路南343公里点北，透早发生到一件车祸事故，3台车相撞，引起到其中业一栋一架大架货车内底一个人无命。详细情形，连线记者蔡婉如来带咱了解。婉如。
好，主播，国道上发生严重的追撞意外，可以看到撞击力之大，整台车是撞到翻覆，车体的碎片包含物品是散了一地。情急的是，当时坐在车上的人员疑似承受不了撞击力道，整个是飞在车道上。救护人员赶到抢救性命要紧，直接在车道上对伤者来进行 CPR， 跟着救护车待命，要载人员到医院。根据了解，这一起严重的追撞意外发生在国道1号南下343.8公里。59岁的一引车驾驶原本行驶在外侧车道，突然是往前追撞了大货车，而大货车整台失控，又往左偏再撞自小客车，一共3台车连环撞。只是这一撞也造成中间的大货车上的乘客伤重不治，其余3台车的驾驶也因此受伤，送医抢救。至于清晨5点22分的这一起车祸，究竟怎么发生的？肇事原因正在调查当中。不过整起事件也在6点多的时候排除，现场恢复交通。以上是目前掌握最新情况，时间先还给棚内主播。在台湾如上新的报道，同款嘛是交通的话题，要来关心交通部为了要管理游览车的运将，做事的时间唔通超过，嘛要避免游览车驶伫咧袂当走的路段。自年起要求游览车拢爱到 GPS 系统，所以引起一寡运将真无欢喜，认为讲行程互人看现现。下早就3百运将100台游览车来到交通部抗议。详细情形，连线记者严尚培来带来了解。尚培。是主播各观众，记者呢现在在交通部的现场，在这个地方有大约300位的游览车的驾驶，还有100辆的游览车来到现场抗议，因为他们在争取自己的生存权。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交通部为了有效监控游览车驾驶的工作是不是有过劳，或者是有没有做一些行驶路段的行为，所以呢在前年的时候要求了大家必须加装 GPS 来监控。不过驾驶认为这个根本就是扰民的行为。来听一下稍早访问。走学校的时候，有时候他的信息，他的速度会异常就说我们错了，我们超速。我问交通部一句话：你们保证 GPS 是正确无误的吗？叫他回答我，他没有办法回答我，只是说我们错了而已，什么都不回答我们。所以这个正确吗？雪山隧道也有发生？有，我自己本身就有速度异常。他进隧道，他 GPS 是打卫星的速度会异常。好，比如说我们开85、90，他会跳到100，说对，他的速度会异常，因为隧道里面它100%异常，那就说我们超速了。我问你 ，GPS 会不会正确？问交通部的给我正确回答，没有办法给我回答，一直导到这个司机，这样子会安全？我们开车还要接你所的电话，我们会安全吗？一定让我们分心分散了。所以会在你开车的时候打电话，都是叫监理所打过来的，对。打公司叫马上叫我们回报，打给公司马上叫我们回报了，是不是打让司机开车分心的危险的性更多？不过现场有驾驶是声明说，他们如果经过了雪隧，其实有很多时候这个 GPS 的状况是不正常的，但是现场呢就会立刻有电话打进来问说到底车子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表示这个状况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更危险的，因为边开车又要边接电话，也表示说这样的情形如果出车了10次的话，会有3次的状况会临时有电话打来要他们接，但这样的状况边开车边接电话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状况，先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好，多谢尚培。另外，这个大场面要来关心台北市长郭文哲成立台湾民众党，今日在台北医院国际会议中心办创党的大会，有人斗相挺，也有人反对。伫咧网络招大家伫咧场外烧饼场，有真正支持郭文哲的人来到现场，等郭文哲过去卖各种产品。若是支持郭文哲的人，是发起一个你弹我扣、找良心、送爱心的活动。详细情形继续要请记者陈义勇来查来了解。义勇。好，主观众区带你关注一下，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台民党创党大会呢，在今天12点的时候就会正式来开始。可以看到，其实现场这边有许多媒体呢，一早就来就定位。而此外呢，在1楼大厅这边有许多的支持者呢，都来到了现场。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是要来填写像这样的入党申请意向书。而此外呢，其实有许多的支持者从一大早的时候就特地搭着这个游览车呢，特地来北上。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怎么说。一台游览车大概快50个人。对，我们就知道有今天的活动之后，就在
我们高屏的板上就是立刻5分钟不到，我们就决定要包游览车，然后很快的1天不到的时间就满了。本来说要再开第2台，但是我们真的版主工作量太大，没办法再开第2台。对，要不然时间够的话，2、3台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对，但是今天就1台上来，有些班友就自己上来这样子。好，可以听到呢，除了柯文哲支持者大动作来特地总动员包车来北上之外呢，其实场外也非常热闹。可以看到的场外其实有非常多的警察呢就已经就定位了。主要原因呢就是从11点半开始之后呢，现场外面这边呢就会有这个挺柯以及反柯的两边的阵营呢互相来这个尬场哦，包括呢像是台联党，还有呢就是台湾国这个两边呢都会来进行这个抗议的一个行动。那以上我们现场的状况。将时间交还彭内主。其他社会事要带大家关心台中大理区昨下晡5点钟发生一件严重的车祸事故，一架计程车敢若因为拼紧弄到电火条了后，煞规架亲像画面安尼并车，运将飞去车外，当场无喘气。若坐了后壁查甫人客送去大理仁爱病院了后，同款嘛是救袂倒转来。附近的民众嘛讲，这个所在不闪时发生车祸事故，头一届遮尔严重，真侪人去当时听到嘣一声真大声，赶紧打出来看卖，拢惊甲身躯无条体。客人车拢甲密密麻麻倒伫路边，玻璃零件车顶载物件刷甲龟头卡。这件车祸就发生伫台中的大理5号下晡5点外，客人车经过草堤路，甲机弄到电火条啊，车顶2个查甫人拢过身去。刹车啊，什么声音嘛？哦，都没有刹车声，然后都行出来都报警，一个摔在车外啊，一个夹在车内。车祸弄甲足大力的，含电火条嘛，互弄一空出来。车顶的驾驶当场飞出去外口断开，赶紧送去病院急救，不过也是救袂回来。看起来主要的伤势的话，两边的肋骨有明显的骨折。经过插管跟急救之后，因为出血太过严重，所以急救无效。车顶还有一个查甫的乘客掉伫后座，不过见消赶到位的时阵，发现查甫人的头壳破气，到病院进前就无咧喘气啊。车祸发生的地点是一个有超过90度的弯，附近的民众讲，这带路真快，真侪车拢驶甲真凶，不过嘛毋捌发生过这么严重的车祸。警方怀疑应该是客人车驶甲伤紧，才会失去控制，弄到电火条。不过真正的原因也是爱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看到这个画面，这是伫山内巷吧，结果欢喜到你，艰苦到我，因为本数老甲龟头卡真无公德心。顶礼拜六有一阵游客来到宜兰武路溪园区附近溪水边仔伫咧巷吧，算线了后无整理就离开现场。附近的民众看到现场鸡乱草草，还佫有规大堆的粪扫污染在地环境，大家就真生气，甲画面翕来铺上网，引起到网友伫咧骂。相关的单位嘛讲，若是进一步追查有影，就会依法来罚。伫溪仔边出现真侪粪扫，也佫有这个巷仔架仔顶悬食无了的物件。有一阵少年人来耍了后，有清茶无后绕，骹嘴半半的做因走。我讲啊，讲人这有规定哦，袂用乱干，啊无人会打电话叫迄落来哦。环保局的来。叫环保局的来哦，恁绝对用法的啦。啊，讲会听无？嘛无咧信啊。有袂少的民众看到这个画面，拢讲震撼。初三的中昼，有一阵少年来到宜兰武路溪附近，来遮巷吧畅乐。不过想袂到下晡3点外的时阵，因这阵人根本都无拍算讲要收家己的粪扫，佮想要绕跑去啊！附近的民众看到，佮甲问讲粪扫哪唔收咧？不过这阵人嘛是安尼激皮皮激外外，民众去甲把这个画面甲抛上网，引起网友的讨论，讲这款的行为实在真无假释。确定行为人的身份之后啊，我们会依据废弃物清理法处罚1200元到6000元的罚款。至于未来的管理机制，我们邀请包括我们公旅处、环保局以及水利会建立联合管理机制。一大堆粪扫严重来污染当地的环境。相关的单位嘛表示讲，伫第一时间已经有派人来清理啊，佮刷落来，就是要来追查到底是谁遮恶质，要依法来甲罚。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关心韩国瑜上新的现场。下班时间、假日，他们自己选择自己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在执行公权力的时候，务必要遵守4个字：行政中立。我已经在市政会议强烈要求。今天台民党成立。今天台民党今天成立，不要结巴，好好问。台民党今天怎么结巴？然后柯 P 他在说讲的时候，他是有说不要把他当做普通大学压下来。
我觉得柯文哲市长成立了台民党，为台湾整个民主政治增加新的动能，新的元素。如果柯 P 市长能够把他理念、成立政党的理念、理想阐述得更清楚，以及见机履机的去实践，对台湾民主政治发展一定会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们希望更多优秀、优质、有理念的政治人物能投入台湾的民主政治。事实上，这3年多，有心人认真一点看，台湾民主政治真的倒退了一塌糊涂。所以我说，蔡英文总统执政3年，台湾民主政治倒退30年，可以看到太多不公不义的事情。所以柯 P 市长愿意投入创立新的政党，我祝福他，也希望他能够让台湾的民主政治走向更好、更真、更善、更美的境界。柯文哲是动乱之眼吗？柯文哲说蔡英文旁边的人都看。柯文哲市长指控蔡英文总统旁边每一个人都台湾，这是非常严重。各位去仔细思考一下，首都市长指控总统旁边每一个人都贪污，这是何等的严重！我再说一遍，首都市长指控总统身边每一个人都贪污，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蔡英文总统反驳说，抹黑别人不会让自己更干净。但是蔡英文总统要仔细去思考，为什么柯 P 市长会讲这么严厉的话？前一阵子我讲话是比较宽厚的，我说是蔡英文总统放了一大堆虎豹私相，抢公家资源，抢国营事业。今天柯 P 市长这个指责是赤裸裸的，这个会将来登入历史记载的。一个总统不会用人，用的人全部是贪官污吏，这是多么的可怕！这个对台湾民主政治跟清廉的政治带来多大的伤害？蔡英文总统要仔细去检讨。如果用的官员都吃台湾人的肉，喝台湾人的血，嘴巴讲要民主改革，你对台湾带来的伤害是多么的巨大。所以蔡英文总统真的要静下心，好好去检讨，你用的人是不是出了问题？这些人继续拱你选总统，是不是希望继续吃香喝辣、贪污舞弊？蔡总统真的要严肃思考，你治理国家的能力是不是出了问题？首都市长做出这么严重的指控，这不是开玩笑的。全国台湾民众，特别是长期支持民进党的好朋友，你们要清醒过来，一定要清醒。台湾民主政治到底要走向清廉，还是继续的污秽？这个大家要做思考。所以我觉得柯 P 市长提出这样的一个指控，台湾民众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认为是政党之间的恶斗，不是的。蔡英文总统要仔细静下心来思考，用人政策是不是大大出现了问题？好吧，谢谢。好，咱拄则听到就是韩国瑜上新的回应，继续要来关心抓风车剧团伫规台湾有超过200场公益的表演。本来汉生讲新历8月7、11特别伫咧台中表演，雄煞无场地取消。抓风车的人面册特别讲到，因为台中支持政府无斗3工，学校爱收租金，还负责清便所，超工要甲因刁难。伊讲台中若是无欢迎，以后公益的表演拢会甲台中跳过人过。另外，台中支持政府讲这拢是误会，讲市政府共款是照规定来办，嘛欢迎每一个剧团拢会当来遮表演，刷来会继续含抓风车来交换意见，希望对方会当谅解。抓风车剧团过去伫台中办过几6场无款赞助的公益表演，本来8月7、10、11嘛要伫台中丰原的南洋国校、甲台中西屯的永安国校表演台湾幻想曲，不过煞雄雄伫人面册卖奖团宣布要取消。执行长佮指控讲，因为台中市政府这支抓风车政治的立场，不准公所斗3工，嘛不准学校提供所在，抓风车无愿意予人糟蹋甲侮辱。若是台中市政府遮尔无欢迎，安尼抓风车公益表演会全部跳过台中。不过台中市文化局长张大春掰嘴讲，是抓风车想济啊，市政府无可能安尼做，最后是教育局考虑到要互学校借所在较单纯的，伫协办单位方面尽量莫有政治的立场，啊抓风车的反应应该是误会。也许是永安国小的规定是那样，那南洋国小的规定是这样，那两边的标准不一致的情况之下，造成剧团上面某种程度的误会哈。都希望说透过沟通，透过联系，
透过好好的说明，让对方去了解，我相信误会就会理清。未来教育局甲学校嘛继续甲抓风车剧团讲，敢若是因为教育局无实际参加这个活动，所以才会唔做协办的单位，无虾米立场嘛，无甲因卡空。教育局正欢迎抓风车剧团来台中表演，不过公务员有爱遵守的规定，希望因嘛会当体谅。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有可能是一场的误会，高雄有人拍一张相片，讲伊去病院买一粒便当，内底是空肉，也阁有一碗细碗的炊卵，拢总开200块。互伊认为讲，互人讲歹啊，到网友看到这粒便当有一件白色的布拉鱼，又讲可能是布拉鱼较贵，规粒便当的价钱才会贵33。落尾业者嘛出面解释，讲迄当时这个民众伊是买一粒99块银的空肉便当，另外搁再点一份的布拉鱼，也阁有炊卵，算的才会拢总200块。伊讲这拢是误会。备餐区的工作人员因包便当是包甲袂利，民众去大病院，予医生看，尽管是伫个地下美食街咧食物件，不过所有民众去买便当，买甲规巴倒火。抛出相片，民众发文讲，伊伫个高雄某一间病院来买的便当，内底除了这个空肉、木拉鱼，搁掺3项配菜，还搁有伊手的这碗炊卵。伫个病院的美食街竟然卖价200块，啊那这个木拉鱼的量嘛是简单一丝仔尔，互伊安尼买到这粒便当是气甲要嗨去，嘛引起网友的讨论。医院是比较贵一点，没错，65元的布拉提可能有点太贵了吧？他有提前告知后，应该就不会加。布拉提比较贵，对啊。你觉得贵，你先问清楚多少钱，如果太贵就不要买。便当一粒卖200块，安尼到底是有贵无？民众的看法无共款。个业者解说讲，其实迄当阵民众买的便当是一粒99块的空肉便当，佮加塑胶肉啊1块，布拉提65块，含炊卵35块，安尼倒的拢总200块。只有价格部分我们都有明确标示，还有当下在交易的时候，员工部分也会跟消费者解释清楚，他们都会先称重，一包一包先放好，在消费者要就会把它放下去这样子。对这个网友伊谣伊讲，布拉鱼的量伤过少，业者讲伫个卖进前拢有称过，也若病院的美食街便当卖200块，到底是毋是真贵？对民众来讲，这应该是在人看的。记者综合报道。上次的现场，带大家看到七夕情人节要到啊！今年光雕表演规拢金死死。宜兰县县政府今年杀七夕光雕活动，伫咧东山河上场，下暗就会甲139公尺长的公龙蹴桥的电火点火道，互情人节的活动提早开场。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道仪来带咱了解。道仪。好的，主播，各位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一颗一颗的小灯泡串成一座拱门，一个个拱门又连成一座桥，就像银河中牛郎跟织女1年1度才能相遇的鹊桥。拉远一看，水中的倒影与岸上的灯光，将夜晚点亮得更加美丽，气氛甜蜜温馨。你以为就只有这样吗？接着登场的还有光雕水舞秀。整齐划一的水柱直冲天际，让人看了一饱眼福。举办在宜兰东山河的七夕情人节活动，6号将点亮139公尺长的光廊鹊桥。整个活动时间将从8月7号开始到8月11号，其中七夕当天下午4点免费入园，8号到11号晚上7点到12点也同样能免费入园。民众可以把握难得的机会到宜兰县东山河，在浪漫的光雕场景中与爱人共度七夕。以上是目前掌握到的最新资讯。宜兰耍耍会当继续耍花莲，热天来花莲，来当耍水，也会当体验满温淡的趣味。因为今年天气特别稳定，花莲水水河港温淡大丰收，产量拢总算是有4500万粒。正温淡人嘛烦恼讲一个大出，万不如若是消无遮尔济，要安怎才好？开放予民众来认证温淡树，逐丛树拢超过50岁，温淡的甜度有13度。果子园的温淡树摆甲齐，抬头一个看。树尾顶头的温淡结甲粒累，好亲像会当去闻到温淡清芳的好滋味。因为今年柚的产量加真济，生甲2倒位，农民欢喜收成好，不过佫烦恼讲卖袂出去，但是要如何是好咧？所以就决定开放予民众通先来自闻，冒规丛的温淡柚，体验这个农民的辛苦，采果的乐趣。每年我们已经吃好几年了，我们打算认购50棵。我现在种面积有700棵，3甲左右，认购到现在为止好像有10个。农民辛苦咧栽种，就等大家来自闻。花莲河港的温淡，以前的面积有800公顷，
安尼通出产4500万粒的油啊。若想要认这个油啊丛，一丛1万，有民众真大出手，一边就认50丛，准备通伫8月半的时好好甲xuất一下。也若遮的老丛的文旦，因的树龄拢超过50年啊，甜度有13度，丛文旦树会当生2啊5至300粒的文旦油。平均每一位民众，要消耗我们的这个文旦，吃2粒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瑞穗文旦把它消耗完毕。那我们也鼓励所有的民众，多多来吃我们的这个文旦。即马种的技术一直在提升，唔但互文旦会当提前来采收。甜度嘛加真悬，安尼农民就免烦恼讲销袂出去，民众嘛会当体验到一款满果子的乐痛。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看到规台湾的庙五花杂色，什么款的神明都有。屏东潮州有一间庙，特别是伫咧分局内底。这间庙无正式的庙名，在地人讲伊是警察庙，因为16年前有做菜人伫市场找到5尊互人乌白蛋的神像，摕来交警察。公告时间已经经过，拢无人来领。警察嘛决定大家做伙出钱来起庙。不如果过去民众来拜拜，定定跋无杯。即马警察就甲神明摆一个值班台制度，逐礼拜换一尊神明来负责值班，看起来真特殊。今日去屏东潮州的警察分局，伫个内底停车场竟然有一间庙啊！他们警察局的同仁下班，他也会来这边参拜。来看这间庙的外观，伫个内底有采5尊神尊，有独山国王、关公、济公、土地公甲三太子。上特别的是，竟然有这个值班的神尊，也阁有神尊来徛个值班台。原来伫个这个要未有值班台进前，信徒人来这拜拢定定会跋无杯。经过请示声明了后，决定来采用警察局轮班徛个的方式，建立神明徛个值班的制度。逐礼拜换一尊神尊来负责徛个。哦，有办公桌的吼，专属的，够椅啊？有啊。其实这间庙无名，不过民众拢甲号做警察庙。民国92年的时阵，有一个潮州的农民，伊伫咧果子市场发现到这落难的神像，甲送去潮州分局。不过经过半年公告的时间，拢无人来认，所以苏当时的分局长就决定讲要来集资起庙。因个值班表，我一礼拜头换一道。庙起好了后，便若是较恶破的这案件，警察拢会甲这文更甲放喺神像进前。逐年嘛会伫这来做这个普渡，逐任的分局长嘛会来这拜拜。这个警方除了拍拼维持治安以外，有这座庙嘛代表尊重这个民俗信仰，嘛通互心灵有一个安大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即卖人大是也一句话讲，高手在民间。像讲美国一个23岁查甫囡仔，伫咧投球的时，雄雄投出来球速有96英里，速度真紧。马虎现场真侪人拢看甲目睭唔甘呢，目睭天真紧伫咧看。规个过程拢翕来抛上网络，引起到网友大家伫咧话，和美国的职业野球大联盟，也个奥克兰运动家队的球探拢上落伊，在即天后和伊签约签小联盟。出力一个节，球速1跨96迈，安尼差不多是时速154 km， 互所有的人拢感觉真惊奇。美国一个23岁的少年的派特森，是美国野球大联盟奥克兰运动家队的这个球迷。有一天，伊去这个投球机啊来甲试看卖，想袂到球速竟然爬到96迈。也若这段七录的影片，互伊一直穿起来，就连运动家队的球探嘛来看上这个派特森，上尾以小联盟合约甲签落来。The percentage of prospects who do something like what Nate Patterson did, who can make it to the major leagues, the odds are so stacked against you to do that. The reason that this story is so interesting is because it doesn't happen very often. 这就敢若亲像电影的戏出，伫咧美国的职业野球真实来上演。若讲这个派特森伊的个人嘛是一个传奇，伊从去年开始就一直为着要完职业野球梦，真骨力咧练习。不过煞伫咧去年的12月来发生车祸，伊倒手的手目去开刀。好加在这个派特森伊是惯势用正手，加上伊真骨力煞咧练。On Instagram, Patterson calls the journey a roller coaster and thanks his family for always supporting him in his dream. 派特森嘛希望讲用家己自身的经验，鼓励其他较少年的球迷，会当和伊同款勇敢来追梦，有拍拼就有成果。记者综合报道。
速度紧猛紧，嘛爱投好球才有用。继续来看到，这是英国英格兰中部的达比郡，有一座已经有180年历史的水库。经过这几天小连续上大雨，一寡水库拢已经塌落去，塌一坑真大坑。水库有可能不管时就会崩落来。救灾小队赶紧出动直升机、弹沙包、抽水，嘛赶紧疏开水库下骹1500的民众，都要等到水库的水位降8公尺，因才会当倒转去。水顺水库排水道流落来，边仔水坝刷出现立类情形，让人看到心惊胆吓。英国英格兰中部的达比郡已经有180年历史的托德布洛克水库，因为小连续几日降落大雨，水坝受到破坏，今麦有可能会规个崩去。I mean, the emergency services have been looking at the dam there, the Toddbrook Reservoir, since that hole appeared. 托德布洛克水库的水量超有130万吨，顶礼拜因为一直落大雨，水库放水，结果造成水坝出现一个真大的坑。救灾小队赶紧出动直升机为天顶弹沙包落去，甲立类所在补起来。因为若是水库规个崩去，伫水尾瓦砾桥镇就会真危险。为着保险，救灾小队已经赶紧请当地1500民众疏开啊。不过水坝崩去的危机目前也未解决。I've got a very good friend and she's been lending me clothes as well as putting me in the dog up, so I'm one of the fortunate ones. 为着让水坝崩去风险变较细咧，救灾人员用抽水机来抽水库的水，想要让水位降8公尺落来，安尼才会当解开水坝崩去的警报，让瓦砾桥镇的民众会当回去。英国首相强森嘛亲身去当地探视，佮讲这个有180年历史的水坝，较受需要好好整修，才会当恢复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古早是祝英台女扮男装，啊，外国有一个犯人是男扮女装，这是巴西里约加这个犯人伤空伤芳，趁19岁查某囝来家看的时，含查某囝交换身份，头壳戴小几啊壳的面具，也佫有戴黑色的假头毛，穿查某囝粉红色的衫，真下水的拍铁仔裤，看起来亲像是少年的查某囡仔同款。当要行出去家家大门的时，警卫发觉伊看起来真紧张，赶紧甲伊抓落来，代志阵啊别空。留着一头乌闪闪的头鬃。穿着下水的牛仔裤，当少年的查某囡仔，我近一看，哪会感觉倒位怪怪？原来是巴西一个犯人，男扮女装，想要逃狱。这个犯人真好打，趁着伊19岁查某囝来探望的时阵，甲伊的查某囝来调换身份，戴着塑胶的面具，甲黑色的长头鬃。佮穿着因查某囝的衫甲裤，就伫咧伊差不多要行出监狱大门的时阵，警卫发现伊行为看起来拢真紧张，甲伊抓落来。这件代志才来避空，亲像安尼的事件，敢若嘛捌出现伫咧电影内面。There is something different about the two of you. 美国笑开电影，搬的就是2个联邦调查局的警察伪装装做好野的查某人的故事。喊鼓的剧情，互真侪人拢留下真深的印象。现实的生活当中，煞变做一名犯人来男扮女装，想要来逃狱。巴西警方讲，这个犯人是巴西上大卖毒集团的主事者之一，当咧针对家属来追查。若这名犯人关入去戒备上严的牢房内面，这一回恐惊的是走都走袂去。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关心明仔载就是七夕情人节，真侪人来到鹿港天后宫拜妈祖，嘛拜月老，希望会当求好姻缘。之王2来到马来西亚，北美的唯一海选，台北场海选，高雄站的海选，很开心来到台中。森林之王2线下梦想赛。很好玩，对，其实音乐就是这么简单。只唱了一首歌，你却让我们对你有大概300种的揣测。我叫王彦威，今年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我是来自唱跳团体 GTN 的潘金伦，我们入围过26届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奖，我会把他们全部炸掉。
8月15日起，每周日晚间8点，敬请锁定《森林之王》。8月15日起，每周日晚间8点，敬请锁定《森林之王》。每周六晚间10点，台视频道《男神时代》。大基本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来给大家小解这里就是传，这个传的意思就是准备的意思，像咱讲传料理、传家私、传便便，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传空，这个意思就是乌空互人跳，甲人陷害。第二个词传物件，就是准备一寡物件，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俗语讲牵久落红，这句的意思就是甲人传空，甲人陷害。你莫叫伊传一寡物件。落尾拢用袂着，害伊加无用。今仔日小解这一日传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带大家看到拜拜嘛是爱传一寡物件，人咧讲千里姻缘一线牵，食头路无用，找无对象的少年家愈来愈多。明仔载就是七夕情人节，真侪人会来拜月老求姻缘。像讲来到中华鹿港天后宫，唔但会当拜妈祖，也佫会当拜月老。这嘛是网友咧推荐，规台湾上界灵城其中一间月老庙。最近一寡独身仔查甫查某来遮报名报地址，希望月老斗保庇，赶紧找到好姻缘。好花来调机，好囝来出世，望月老斗保庇，姻缘通有好代志。手举清香，嘴里闹闹念，这是鹿港天后宫，毋但是咧拜妈祖，真侪少年男女嘛来遮拜月老，来祈求家己也是主女通有好姻缘。我就是想要赶快交个男朋友。最近呢，我跟我老婆发生了一些小争端，我特别来祈求月老呢，让我们夫妻感情可以更加圆满。拜月老爱有一定的顺序，袂当乱来。头起先都爱举3张清香，甲月老报你家己的名、住址、甲年龄。上重要的爱佫甲月老讲，你介意的对象是生做倒一型。拜煞了后，才佫来摕红丝线甲甜糖。一般信众来到天后宫要拜月下老人的话，你们可以准备一下，像这样子，信众准备了百合花，还有像这样糖果。鹿港天后宫的月老庙。是网友推荐全台湾上灵城的月老庙，讲还佫有一个40外岁的查某人，伫咧拜煞了后的一年就结婚咯。农历的七夕得要到啊，所以来遮拜月老的民众嘛加买2-3成。不过拜月老就要注意，就是这个红丝线简单会当摕一条，若是加摕就无效去啊。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手路菜继续要带大家食无同的手路料理，这老母家己请养囡仔，佮爱家己创业的故事。森林之王2来到马来西亚，北美的唯一海选，台北场海选，高雄站的海选，很开心来到台中。森林之王2线下梦想赛。很好玩，对，就是音乐就是这么简单。只唱了一首歌，你却让我们对你有大概300种的揣测。我叫王燕薇，今年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我是来自唱跳团体 GTN 的潘金伦，我们入围过26届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奖，我会把你们全部炸掉。8月15日起，每周日晚间8点，敬请锁定《森林之王》。欢迎继续回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赶快要带大家食无同的手路料理，来看这老母家己请养囡仔，佮爱家己创业的故事。这是今年60岁杨慧娟，本地不是都知西，煞真够煮食，嘛真够做生意，研发几多款有创意的素食料理，即嘛开2间店。后生拄拄大学出业，看到老母已经有岁啊，遮尔艰苦800，决定回来厝内斗帮忙，斗看头看尾。烧烫烫的泰式酸辣汤顶悬，加刷寡红咸油，片着互人喙烂水强要顶落来。不过，甲看边啊，泰式的餐点竟然出现这个意大利面加金饭。这一间我们这样的装潢设备是西餐，是做这个意式料理的。
然后我做这个店之前呢，是想卖冰的，很好笑。后来我就觉得说场地太大，所以我们转型。60岁杨慧娟不是总铺出身的，颠倒较成餐厅的换头的。问伊讲是安怎要做这个素食，伊的答案让人感觉真意外。我认识我们现在这个主厨呢，我们是在路边认识的。那认识我聊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做这个泰式的素食。那我告诉他，泰式的素食是不是酸酸甜甜辣辣的？那我蛮喜欢这种料理。我当场来聊一聊，大概我们聊了1个钟头，我就告诉他说，我开一家餐厅，你来经营，你来做好不好？基调佫充满戏剧化，这唔那是杨慧娟伊创业的过程，嘛包含伊人生的拄长。小孩呢，给保姆带了13年。那我这中间是在做代销，房地产代销。我本身呢也不会赌，股票也不会玩，但是我的赌注非常的大。我玩这个代销是很大的风险哦，不是大赚就是大赔。后来13岁，我小孩说，妈妈，我可不可以回到你身边跟你一起住？2间餐厅互杨慧娟安尼无用气气，生意若无好，有经营的压力，人客若伤济嘛，互伊无用甲安尼健康度安定。碰到过年的时候，我们前后我算起来2轮大概有370个人。那2轮在轮替的时候呢，那个菜是供应不出来的时候，我会去挂急诊，因为那叫做恐慌症吧。嗨，今天怎么样啊？生意不错啊。哎呀。加在即摆杨慧娟伊会当较松人一个，因为因囝杨杰翰会当家己换头斗发落啊。不二个伫个即个团团的过程内底，母仔囝2人嘛是会一丝仔斗袂下。亲像讲菜单一道要放几份，是要红的，还是乌的，甲放顶悬，因2个人意见都无同。我要说的是，这其实都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都纯粹公司解决就公司就解决了。然后回到家，我们甚至可以说，今天在公司大吵一架。但是我们可以10点过后，我们大家再去吃宵夜都无所谓，只要不要谈公司就好。鱼欢喜，虾欢喜，因母仔囝的面亲像共一个模仔卡出来同款。看因这个讲哪能歹势的笑容，其实因2人的心内是安尼愈弯感情愈好，因为因知影因对方拢是互相真看意。即摆杨杰翰要学老母刻苦耐劳、劳心苦俭的精神，要伫个餐饮业内底创造家己的江山。记者综合报道。之王2来到马来西亚，北美的唯一海选，台北场海选，高雄站的海选，很开心来到台中。森林之王2线下梦想赛。很好玩，对，其实音乐就是这么简单。只唱了一首歌，你却让我们对你有大概300种的揣测。我叫王燕薇，今年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我是来自唱跳团体 GTN 的潘金伦，我们入围过26届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奖。我会把你全部炸掉。8月15日起，每周日晚间8点，敬请锁定《森林之王》。8月15日起，每周日晚间8点，敬请锁定《森林之王》。每周6晚间10点，台视频道《男神时代》。教练，这个好重，觉得伤心。在部队不见得随时都能接电话，副校长可能有事。你知道今天的会议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的笔电资料全部都在你桌上，我却找不到人。你可不可以去跟我爸说，让我去上班？岳婆，你不是说这次是正缘？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女力报道。给人个湿的。他的妆不见了，那个。晚间8点，综艺3国志。展现
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大家等不及了吗？我是波波鱼。好喽。给我除掉他们！小猫巴克里。台视欢庆《航海王》开播20周年，带你前进无感体验动画纪念特展。6月14日起，连续8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获得《航海王》特展邀请卡入场券。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1至周5下午5点半，周日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动画《航海王》。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森林之王2来到马来西亚，北美的唯一海选，高雄站的海选，很开心来到台中。森林之王2线下梦想赛。很好玩，对，其实音乐就是这么简单。只唱了一首歌，你却让我们对你有大概300种的揣测。我叫王燕薇，今年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我是来自唱跳团体 GTN 的潘金伦，我们入围过26届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奖，我会把你们全部炸掉。8月15日起，每周日晚间8点，敬请锁定《森林之王》。8月15日起，每周日晚间8点，敬请锁定《森林之王》。每周6晚间10点，台视频道《男神时代》。教练，这个好重，觉得伤心。在部队不见得随时都能接电话，副校长可能有事。你知道今天的会议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的笔电资料全部都在你桌上，我却找不到人。你可不可以去跟我爸说，让我回去上班啊？月婆，你不是说这次是正缘？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履历报道。给那个湿的。他的妆不见了，那个。晚间8点，综艺3国志。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大家等不及了吗？我
借我除掉他们！小猫巴克里。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先带大家关心新北市树林一栋大楼外口壁，昨强强半暝有骨落地太路落来，击到下骹6只奥多麦，该在无去击到人。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林书宏来带来了解。书宏。是主播各位观众，大楼旁的路面上出现大量瓷砖和水泥块，有的厚度还超过3公分，这些通通是从一旁建筑物的外墙剥落下来的。由于面积相当大，一片片的瓷砖直接从墙面掉落，砸到消防停车格内的6辆机车，瞬间发出巨响，不少居民都被这声音吓了一大跳。5号深夜10点多，新北市树林区这栋大楼发生外墙瓷砖脱落，辖区派出所第一时间呼报赶到现场，立即拉上封锁线，避免再有瓷砖掉落砸伤行经的民众，并赶紧将现场的画面拍下，po到脸书社群，提醒附近居民尽量避免靠近此区域。初步勘查了解，是在大楼4楼到5楼间的瓷砖剥离，过去不曾发生这样的意外，幸好掉落当下没有砸伤人。至于6辆机车赔偿费用以及外墙维修细节，将交由大楼管委会接手处理。以上是目前掌握的资讯，主播。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查来欣赏，这是波兰东北部大城比亚维斯托克。日头火柜开火，场面实在有够大，规位顶面看过黄紧紧，互人看甲心凉鼻吐开。新闻上要查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来到马来西亚，北美的唯一海选，台北省海选，高雄站的海选，很开心来到台中。生命之王2线下梦想赛。很好玩，对，其实音乐就是这么简单。只唱了一首歌，你却让我们对你有大概300种的揣测。午安，你好，欢迎收看8月6号的台视午间新闻，我是吴凯文。午间大头条，首先来看到利奇马台风最快明早就会发布海警，每日都预估它可能会从宜兰登陆台湾。另一个焦点带你关心，台湾知名手摇饮料店一方在微博发文强调坚决维护1国2制，遭到网友抵制，扬言拒喝。稍后来看完整报道。新闻开始呢，首先就带你来看到缺乏导引气流的第9号台风利奇马，过去它的移动速度相当的缓慢，而且路径也在往西修正。气象局最新预测路径，如果高压再增强的话，利奇马很可能就会是今年第一个登陆台湾的台风，最快明天上半天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接下来也不排除发布路径。而美国跟日本都大胆预测，利奇马从宜兰登陆的几率相当的大。气象局提醒，由于利奇马最快今晚就可能会增强为中台，就算它没有登陆，外围环流对台湾还是会带来很大的威胁，特别是礼拜5西半部跟东北部地区都要慎防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今年第9号台风利奇马缺乏导引气流，移动速度缓慢，几乎原地踏步，但也因此让它持